之前跟朋友學做饅頭，我自己做過一次，相當成功。今次試下加入紫薯，睇下個效果會點樣。我準備咗2個紫薯，將佢批皮切丁，然後蒸軟身，大約蒸20分鐘左右。等佢變軟啦，我就將佢壓成泥。今次嘅酵母粉我加多咗2茶匙糖，再加半茶匙鹽，先等佢發酵一下，見到冒出一啲氣泡就可以啦。麵粉裏邊我加入咗2隻雞蛋，先將佢攪拌均勻。啲紫薯攤凍咗一陣間，就可以將佢加埋入去麵粉裏面，將佢哋攪拌均勻。然後將啲酵母水慢慢咁樣加入去，一邊加一邊攪。麵粉嘅份量一開始唔好太多。加咗紫薯入去之後，如果覺得太削太濕，咁就代表未得，加返啲乾粉入去，再搓下佢，搓到粉團唔怕黐手為止。放喺器皿裏面包上一層保鮮紙。最近天氣比較涼，所以可以將佢放入去一啲密封嘅器皿裏面。我就將佢收咗入去微波爐裏面，喺旁邊放一杯水，增加濕度。60分鐘之後，已經發酵到原來嘅1倍啦。攞返麵團出嚟，喺鋪咗乾粉嘅操作台上邊搓下佢。然後將個粉團一分為2，用個硬麵棍將個粉團硬扁佢，然後慢慢捲起上嚟，再切到自己中意嘅大細。如果想將佢做成圓形，可以再壓扁佢，然後向裏面接成一個球狀，再將佢搓圓，同之前做嘅白饅頭一樣。喺蒸盤上邊擦少少油，然後將呢啲粉團放入去，大約等10分鐘左右先至開始蒸。蒸咗15分鐘就已經熟啦，好香嘅麵粉味啊！我覺得今次啲紫薯我搓得未夠爛，所以做出嚟有一粒粒嘅紫薯。下次再搓爛啲，又可以換成南瓜，配上唔同嘅食材就可以做出唔同味道嘅饅頭啦。